一起天气三月昏三郎当当不不应那一声丧得早已张文老着他就从一位同杀心吞色将早生计两天长叹苦无两女今为天哪！斗志专求，吕布出其为呀！不幸有大怨之苦，江山有颠沛之危。我王勇身为朝廷大臣，心内孜孜不顾，受死不弃。真美目，相随与你不弃，头也一笑爱人门下皆不难上看，腰中根上与长青，有张在里与家里。杀他真勇，不无义，总算胸中万丈。中我难移，
往中而行，都是得有长谈巧为无事。弟子见老爷终日愁眉不转，茶饭不思，昼夜不眠，故而在此祈祷苍天，但求老爷不是失意，不太平我是见贤妻美恩人，老爷平日与张文、张大人他们素有来往，何不请张大人前来商议？张文、张大人，他是被列成张三了。此乃国家大事，非是为可以知晓。弟子山东乱世，怎能知啥忙？唉，朝中为臣将，岂无良机妙？尔等贵重杀阵，休得多言。老爷，老爷啊！临兵两分来多言，我也有一腔忠义上胸。
人sau生与我言，终以为区古今不作堂，才知他愿为我家江山险，看起来不幸会生千金大莫非因了他丧尽？要说方才之话可是当真？不知言天地神明同言。刁顺，老爷因我有言有之。这必知报国之间，老爷谈身后方。这刁顺，你看这是什么？我做的连环。连环，你可明白这连环之意？莫非要我应是这连环之计？是啊，这有人误解是好事之徒，我先将你西配吕布，有先动手，你理解他无知之计，使他人生反不成就，是相残生。我与你这是了啊！斗之春闱，怕在美景，这灰色江山，非你不可久也。怎么？必知谁生是女，只是事情不然当先我也顾不得这真这儿是女不嫁郎事，啥事泄露，必说草山纠缠。老爷放心，你至少有数门，定是于乱战之下。好，既是此，你我就母女成夫一名，更好一些。此次你的情长，是女儿一半。看看，千万此计，一字不忘。
来我本有笑，请我，请我，本有情。老大人，相公吕布乃是相公一名将主，你乃是道明宗人，在蒙得爱岂敢抗阻？放箭月下给我英雄，必有将军也。相国已经将军的职位，今日是将军的红尘呀！可惜我吕布无此言。
这是死的吗？哎，令部乃是通家之好，而死得的，死的的，死得的，死得的呀！臣们，请小姐出答。吃得当来，那有参与一方之理呀。唯有这次，哪有他的智慧，只怕死不得吧？哎，想必我乃是通家之好，哎，当然死得的呀，死得的，死得的，死呀！好了，快来写个文言。写文还小脾气，文言气啊！咱们将奉敬小姐一杯，也是自尽官之情啊！哎，文言，哎呀，岂有此理呀！你给姑娘文言霸占才是啊！黑奴家相见问候一番，原来情不过的很啊！
大人何是用这般奸言啊？好，就是临阵大礼，请我去商议机密大事。我有文友正好应接，你自过来才真正给答。哎，老大人，既有要事嘛，哎，就请快去吧。就这饮料几杯，哪有酒酒之理呀？哎，太师见早，哪有不求之理呀？啥事起了呢？也好，家园收边去。是。安啦，你在这里陪伴朋友叔叔，为吾少饮面谈。哦，想起这次被捕，只怕有些不便吧。哎，是的，是的，你我乃是通家之好，哎，当然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啊，等我再来结婚也一杯啊！哎呀，就能了，哎，菜吧，快去暖气了啊！好啦，你在这里被问问有多年机会，嘿嘿，怕什么事？文友又不是文生，你要知道，为吾正朝前朝文友你，为吾去去便来。是此弟弟，你要快去，快来呀！是啊，文友啊，请。老大人，你可要快去，快来呀！
请你在话当中，用小女出来为我，你请说。莫非你就醉了不成？我是醉了，哎呀，我醉了啊！你真的醉了？我真的醉了。真的醉了，不能怪你，都是这个小先生不好，待我调他出来，把我打死这个小先生。哎呀，老大人，你打不得！打不得！打不得！啊，那非是恋爱之功，乃是我最后失礼哟。哦，原来是这样。老大人，恋爱之事窈窕。哎呀你，可你们呀，莫非有些小女之意吗？希望我有天我要将小女她你该怎讲？许你为妻。此话当真？啊呀呀，我有没有钱醉酒？当然是真的喽。这次岳父大人请上，就小婿大礼传备。大人，那不知道姐姐有名在何人？姐姐嘛，今天13。就是今天吧。哦，来不了，来不了。明生14。连天也好。 14是吉神，真是你呀！这也何妨啊？总算你我是通家之好，意外还是不得。这要妻子再好呢？有天上午是个单身，也不好。好，上楼，大吉大利，轻声小语，共舞晚婚。上楼，一定有真啊！不是酒醉了什么去呀？有个大人，小师傅可没有醉哟。小婿到死了。 岂敢请太师实行？司徒，大
是上帝法意，你可知朝中有神以来？上问师徒什么政治有度灭鬼，才有应得。此次不发，老夫宰他，你是给与不给？某就无埋上之类，给杀啊！给杀！这是在有张一位心怀人意，我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啊，请太师实行。慢，今日之意因我而生。请太师引开奏言。太师有命令，昨夜幕星月朦胧不江东，昨天晴啊水中涌，一早醒来一早晨，江山遥望，心知不语，太师人花是海，因此天下的奇功，有德之人方为对，理应该招本地位青年风骨，那接应来人君才分，了难继续就一种，因此我今日设宴共欢迎，大家一心中动。请看是文言之辈，此次应对一单吩咐这样。完，施主，你插手轻薄之事，不是什吩咐顾上来，太师请。姑母上来。
我你官要说丢说是啊。好下两地名字啊！还是参加要说有用户在内，是的，他今年几岁了18岁了。 ？18岁。是啊，老父母怎么？他18，老父母58。哦，巧，公子这事真是个美人啊！太师之意呢？是的，你这样一说，我倒想起一件心事来了。我这太师有先知，是徒最查到好威风，富贵王家一窝同谋，该有经营内是山，巧不有家人下雨，不与多。太师家里亲戚多，这乃是用字所分少风头，比不上司徒不懂不计较。太师之意在本中，但不知太师今哪一个？修身啊，明湖雕孙与家兄。要说到啥？希望太师前来，望用真官不从啊！司徒大人予以改。小女要说能侍奉太师，既不不知，望用应当将他亲自送至府上便了。什么？刁人为是你的领是啊，啊呀！是此做啊，是此做啊！太师，你为我别挂了。刁人是你的爱，老夫岂可随之啊？启蒙太师节哀，我愿将雕说献于太师，以报答太师之恩啊！大人，当真是此喜事，熊大臣。你愿意把雕说献于老夫，不知令爱意下是何啊？太师言之有理，待我叫他出来，还不明白。此番见小姐出马，请太师上来，待我与小女言明之言，才一两人将他送至府上便了。只要你爱一语，今生就是良辰啊！为我已经应用了情事，不知女儿意下是何？女儿婚姻有弟弟作子，小事。这句好呀！我正因翠花为家弄去，今生你就在太师为夫。
长得所谁长，目见。
众神应了，头戴金冠生胸罩，举止清白脸细笑，那长海宽了。就这等事嘞。莫非是你这个小奴才？借他一清高金条，同我你是心下意，待到我为把情调。还是不要去上朝，免教贤妻。不用问他，你不是我命令之子，连他不归。但是，李然，我有事区审理啊。别问他是。你在看什么？我没有看什么。凤姐啊，因我生死无知，今儿要来接我，还需通禀一声，在我方之中不可随意刺杀，知道吗？凤姐，走啊！相府有我吩咐。你在看什么啊？此次是我爱情的无望，东张西望，18年无知事情，定要将你放水，快给我下去！
你不必担心，这老夫也是真需有人，故而将他留在身边，待等大事成功，再将他流往彼此，也就是了。太师，这是莫须真是用人，只是厚待于他。可是他却不顾无知之地，他单枉为。太师你又不愿加以申斥，换来的情势必不知道。我在世上还有什么脸面？也罢，倒不是请太师是我请风暴，让我是我的心不得。也罢，这是他这条心意，却不轻伤。给我长刀一嘴，一笔停他。什么？他是你要上朝去？啥？哎呀，太师，你还是不要去的好。下是为何？太师啊，贤妻长妹说谁道？目见金钟神应了，对待金冠生胸罩，举止轻微脸嬉笑，那长飞宽高。就这等事嘞。莫非是你这个小奴才？借他一清高金条，偷我你是欺下意，待到我违法轻条。太师不要去上朝，免教贤妻。不用问他，你不是我命令之子，连他不归。太师，李人，我有事区审问啊。我有事，别无他事，别无他事。你在看什么？我没有看什么。凤姐啊，你我虽是无知，今儿要来见我，还需通禀一声，在我方之中不可随意刺杀，知道吗？凤姐，相府有我吩咐。你
你得亏什么啊？此次是我爱情的母王东张西望，300年无知之情，定有家人帮谁？快给我下去！你不必担心，朕老夫也是真虚有人，故而将他留在身边，待等大事成功，再将他流往彼此，也就是了。太师，这是莫须真虚用人，是此后待于他。可是他却不顾无知之情，他胆妄为。太师你又不愿加以申斥，看来事情是必不知道。我在世上还有什么脸面？也罢，倒不是请太师是我请不报，但我是我的心不得。也罢，这是他这一条心意，却不轻扫。
管算是让我来知到底为了何事？为了何事？唉，想不到你竟是个不贤之人哦！小姐，我家里曾与我的琉璃官总是备有生病，你明才管算是让我来吃，我还不得插翅飞来。这在你不让我送他上朝，不正随礼，是我趁他不被自己关了于原。小姐呀，小姐，你真是我负心啊！你是真心对我，谁该知我苦衷才是？心苦衷，我好恨你！我既愿，恰为何怪为人情也怨？夜年多转交王通，山门还是你几방원？黑的路，终要为你苦相思。黑的路，情丝难断。我也知这公子往生是难高攀，愿只愿本结红缘，那一人言见得见你温儿。还是山门了送缘，有谁知啊断风波凛凛清，白毛姻缘去与同。别怕那事情那山里
这节课就要退场，我要走了。什么？你就是此离我而去？只怕老子为了刘姐，都有不便。哎，我原以为你是个英雄，我原想终身托付于你，想不到你竟是个胆小失耻之人，竟然这样惧怕老子。看来你我中原是不忘的。我该在店来看你。别管，你既不能救我，还是让我对死定了。要跟你我统贼少主，却为我来赐福红衣顶上。休来关公啊！小女贼，小畜生！既然是有生不论，就以死无赛场我。下面飞烈日浪全乱，抢夺胸中的胸动作。接下来就上一名。英雄后去刀不算刀，我今日是不杀死于你，我死不为神开天。强有臂力，是我亲眼所见。嗨，我杀死于他，乃什么？哇！小魔才在乱他的，听到同结为难，只知道虚真的公业。我这无知之境不可懂，仔细不起那永生，老夫岂能深水困？永大神，你可记得现在楚庄王请燕无事吗？怎么？你叫我把刁水赐予他为妻？现在楚庄王请燕为，不计将用调戏及爱妻之罪，又来楚庄王被秦并为妃，对将用貌似相拒。调传秦英女子，那吕布乃是用我的心腹莽将。我不趁此将调传死于吕布，那吕布定存归恩用啊！用女神失孝，江山事大，用你可要三思哦！是那吕布杀敌我，提亲心即为那我，灭我之兵与陪连。
天下美女谁比仙姑美此有数？何况为此一雕水。即是此，我马上去把吕布叫来。太师，我来问你，你因我有奉信，是为那我内无之兵与陪练，我拿你与为那这。龙平川3000盆来，爸爸叫我早起相逢。天下美女谁比仙姑美此有数？何况为此一雕水。即是此，我马上去把吕布叫来。太师，说什么？我来问你，你因我有奉信。要是吕不及喜爱你，我曾把你赐予他为妻。他少你英俊，你年轻美貌，真是天成一对呐！是
莫非出于历史之意？此话怎讲？太师乃是贵人，吕布乃是太师的手下，他将雕像施于吕布，将太师的金面置于何地？更何况他乃读司命令之人，竟连上纲五章皆都抛在脑后，只不过太师的金面也用不得人，此太师你还是让我不要就好。是我的。永大圣，吕布少时修长，王贼之意不必在意，只要不定洪熙之人，也许死了。这个永大圣，你不能听信无人之言，把所得的江山归于一旦啊！吃亏！你怎么不把你的妻子去送给吕布？那是你的女婿呀！永大圣，不必在意，我也不用下去。是。你的吕布久身不清，明日你我去往美屋消失。董之川为趴在人间，此举内固定受来之无障，我等绝不能受而是知道。你的称谓一路真经实践，我不称他在美屋之间上演举办。朝中都是老子幸福，岂能当朝敬重？我方先帝又是老子所立，就本无用啊！兵法美部称其不备，来一个先下手为强。美部顶尖两种，今而能尊，黑而能修，非你能所取也。以司徒大人之见呢？要是天下公正，还得见吕布之身。吕布真归于老子反目，我已设下吊儿，引他上钩。与我而走。到这里来之人啊！实在令爱家出远去，你是先发之人，后发之人，这又是何意？哦，原来是此，我倒要先问问你了。前不知前，你可曾与我女儿见过面了没有？大人，我在相会逢里。
他不知羞耻发结球，骂我畜生外不够，竟把剑射进下头水。哎，身为太师不知耻，无那之体不救瓦去。下官上替官才位，跟儿女英雄名声一生去。哦，下官是，下官是，哇，哎呀，我杀死杀他，岂不被人取笑吗？他心里我心里，一家两心好人有。他将着你同杀心，父子情分一杯羹。问有时来道理，不知今日是永远留。这是他并所带的情不同。心经母子多日久，他母亲来高父爷，我杀情深，死不休。哈哈哈哈！你想什么？哎呀，我有，这不就是先发之人有发之人吗？此话怎讲？他是千居美物，这就是先发之人。唯有要机智些个，这就是有发之人啊！哦，我明白了。唉，只不过有发之人被神欺呀！我非杀是老人不可。哦，问于有理性办事，要三思而成。要知道每不言三番，兄必死。天长高下大，几配年幸福之身，谁注定？你是我情深去将他杀那，这怕是单枪难丢，匹马难进，老这男子不日难救，心儿难受苦难尽。这道南山我吕布的。白发倒有一个，这是大人，吕国上息怒消息，定将我万箭穿心。这怕
什么？只怕温柔不归啊！你在怎家？只怕温柔不归啊！你小看我吕布！我非杀死老身不可！好！我有下官人上灭国之王。老子这上天黑历史，一手下官，我有连不朝中中为他臣，共中为有一笔之力。才能得为一起，我定报岳父大恩大德。我出身居为父，必须严造策动。真是是何言？财星不知人，祈祷美物，家财生子，将老子骗到京中，温有即可不下会事，岂而杀之？这是太后人前去，方可骗得老身为啥？李叔是何？你什么？李叔正今配见利于老臣，让老臣不记他的功劳不加身上，因此李叔心中怀，怕他先去家财生子，老臣定手不为生，大事必能成功。好，这是老臣等我。为有不必担心，待我妹我已经此生必有悔改之意，代理请罪，那不就好了？即是此吕国英在，杀命召集人生，来，这是需要小心了。准备。
这个抗议，
而战，为得朝中观察同人见机行事，以便造成敌也。此话说得有理，美人啊，你真是我的意来错啊！我是回来了没有？国将军的位，这是那司徒大人到协上门来了。他来这什么？用大人向那司徒居心难测，荣可要小心才好啊。有其事。有请司徒大人。司徒传见太师，一礼，请坐。司徒永大人，有道理。有何功格？修缮制图终身一事，司徒是有律我所托而来。奉行，他怎么了？奉一定出入太师，至今犹悔不尽，因此得你我前来向太师为礼，望太师念在无知之天，使他不测。真的吗？岂敢谎言？司徒大人，温有既有贵意，唯我他不亲自前来申诉，恰要你司徒大人来替他请罪，这真是临谁非解呀！他过请来接我。本有李孔太师与其名小龙燕大怒，性命不保啊！温有乃是一位英雄，岂为是此他事？他虽英勇过人，在我太师其中，英雄也留有无知的了。你懂为温有在太师面前，他还滚成将吗？好，司徒大人，今天你是为吕布之事专程来的吗？我只是为吕布千载人类，还有更重要之事，禀报太师。关有何事？天子命中危在旦夕，请太师及早做好准备。司徒大人，那天子下诏，接旨。有君语。诏曰：朕身存重情，不可临朝领政。太师这张朝方有为平时随机有功，又为分拨于泌阳爷孙为太师，特下此诏。李大人，天子得的什么病啊？与你争得的是心头病。是啊，心头病无药可治。天子的病不是心前了吗？病体心前，就病复发，无事发病。李都尉，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弟弟，我等身体没无，怎会知道呢？太师
子何日起家甚苦为朝复命？历史外相少主，何日进京？少年之女这题是。有。今在派船下王朝，莫非其中有蹊跷？天子龙体飞剑，玉京为我命来招。从来无风暴有人，生死闻名大预料。文朝文武争英王，为造天下是丞相。玉不尽人来情人，玉梦里书向王州。此情那玉在本桥，若无万绪谁太平日里上西临门，东台寺不幸高招。会是江山气所起，还是成功的一切今朝。又是理所雷霆其他不假，身上还必将今日这身身美无，须让玉人谁全逃？可是何须独地律？理所命数大知晓，今夫企图等我为老夫我梦中早已有计策。正是欺人于天，什么？天之小昭怎为有家？是真是假？须等国将军回来偏自分晓。是真是假？这是一块招式上面颇有牛血，不太明白了。对。小弟，谁不是吃大胆死的牛血？若些谁人不讲，这是太师不才朝中，天子有无凭不起，正若谁在才的修理，永无万绪生死啊！朝中不是还有太师的心腹之人吗？对，豆花、吕文儿不是也在朝中？不算是太师的命令儿子，这是在那凤仪亭一起去，这怕上了五子冠军，吾皇都是民生皆民，居心难测呀！今天不是要弟弟请贼来了吗？若是吕文儿居心难测，那么我弟弟难道也不可信了？陆大人，还是你先吃看来，你还是明日一早登城才是。这个陆大人啊，昔日王府长一脸美色，终了有往丢钱之计，毁了锦绣江山，用你。你是此群星无才之言，只怕大逆定城，无其死生啊！真的是你，你对在太师面前，你尽管是此法失敬。龙大人谢请我受人敬上，身为穷。苦处难啊！
凤仪顶天龙冠骨，是你在碗中心动啊刀。又将雕人丝吕布，也是你在太师面前撒花招。今日太师手天命，万事你都像一生一为主官刘文，千人八道俱王朝。太师哪里是听心的誓言，雕人我一片忠心，光东来。哎，这种决定不知天啊！太师，师徒，你看此事怎样啊？太师，我即将儿女献于太师，我对太师又是一片忠心，难道太师对我还有什么不信之词吗？不，刘大帅，薛等国将军为了这座军令，这个哟。备太师，不是，此次没有别人，但胜不放。蒙太上司问候官这一位，他说奉一定出了太师后会不及，依托司徒大人请再来了。我们另有要事要我密报太师，他说天子病重，请太师稍为监督，以便抵达。令人，明日一幕一照进京。你对这密中相信了吗？司徒大人，明天太师进京，就请你司徒大人陪同献光。我早有此意，想不到令我想到一起去了啊！司徒一路行道，请到一道欢迎几杯。多谢太师，请。那太师让配，大功成玉。美人，你也来啊！来吧。李都尉，请
王明呀年轻，生气活泼，勇为先，光正所红之金风明。连李书李大人也尚未归来好。回来了。这位大人好险啊！怎么样？美无之音先被李治开出破绽，因司徒大人急急又要说一帮配合，才必被识破。司徒大人被李治留下，今日和老人一起来了果然不出司徒大人所料啊！怎么办？他要我告诉李位大人一切召集营事。不能此可人准备就绪。这是准备就绪，再等动作来到。太师从美物驾出弃神，再退。是。史大人，动作一到，你宣的造事。是。不儿，你命手下分兵包围美物，彻查老臣全将。是。太师一到城外，再退。是。老子一到，我等这次攻营必了温和去。太师驾到，姐姐，得令。六位大人请起。太师你，太师才优秀到六位大人，今天太师登位，因我结配是此生也。历代侍卫为保太师之安全，选太师之威风啊！天子下诏是出为急，你们皇上命为什么下诏至空巢中塔落？这个李都尉，太师即刻就到，你我在此恭迎撇了。是啊，你我在此恭迎撇了。这个太师娘有无须边家于贼，要往关中东到兵。日本因我把鸡背，北京上为报应，上日人可为龙的三川中了兵。还是定位无须陪见。其实，来，当本部快听宣读。是。来。
说不能自己求了自己杀了之官，方向心中之海。他的无用，已经归红皮老夫啊！医生，休得赌业，外不低头受审。你说你也反了？凤仙，凤仙啊！凤仙，李凤仙，奉上炮台。承当一谁就为仇，自报公羊少，富裕百姓，内塞吕布。